集介紹沙排運動。香港嘅沙灘排球運動員多年嚟一直努力，參加咗好多國際賽事，仲攞到唔錯嘅成績。而今集就由我哋杜詠雯、杜永彤全力教你沙灘排球運動。沙灘排球源於1920年代美國加州嘅聖莫尼卡，最初同沙灘波一樣，只係一種休閒活動。到咗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，沙排首次成為正式比賽項目。喺今年11月舉行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沙排亦都係比賽項目之一，仲會喺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，到時會有香港隊代表出賽㗎。打沙排最緊要係個場，沙排嘅比賽場係一個16米乘8米嘅長方形，四周圍繞至少3米嘅無障礙區。至於比賽球網高度，同室內排球一樣，男同女有分別㗎。男嘅比賽網係2.43米，女嘅係2.24米。而第15屆全運會嘅沙排比賽場地仲會重臨維園舉行，沙地係專為全運會而興建，到時記得留意。由於沙排係戶外比賽，風向、風速都會影響球嘅飛行路徑，選手亦都要根據風向調整個擊球力度同埋落點。而陽光嘅角度同埋強度亦都會影響選手嘅視線，尤其喺正午時分，選手通常都會戴上太陽眼鏡，減少陽光影響。喺高溫天氣下，沙地會變得非常熱，所以喺正式比賽嘅時候，球員可以要求灑水，降低沙場溫度，防止被燙傷。正式比賽會有評沙員，佢哋負責整平場地。喺比賽停頓時間，例如技術暫停、局與局之間，佢哋會喺短時間內用工具將一啲坑或者唔平坦嘅地方整平，確保比賽場地質素，減低運動員因為沙面凹凸不平而受傷嘅機會。男士通常着背心同短褲，女士就係 bra top 加泳褲或者短褲，以保持舒適同自由活動嘅能力。而波衫上面必須清楚印上1號同2號球員號碼。第一裁判負責喺裁判凳度觀察比賽過程，判決得分同埋犯規，管理比賽流程，例如開波、完場，因為場地問題或者球員受傷而作出暫停等等，同埋喺爭議期間保留最終決定權。第二裁判會企喺主裁判對面，負責協助主裁判判決犯規，監控球網附近嘅比賽情況，監控計分員，確保分數同發球球員正確。計分員就負責計分同提示球員發球。兩位司線員企喺近裁判員右方對角位，距離邊角1至2米，各自監察一邊嘅底線同邊線，判斷界內或界外球，同埋網頂嘅界內外球。沙排比賽嘅規則雖然同室內排球相似，但亦都有唔同嘅地方。例如每隊得2名球員，每隊最多觸球3次，就要將個波送去對方場區。攔網捉手都計觸球1次。比賽採用3局2勝制，前2局為21分，決勝局為15分。而當比分去到20比20，或者決勝局係14比14，比賽會進入刁時。雙方需要至少領先對方2分，先會贏取嗰局。沙排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雙方得分總和為7分或者7嘅倍數，就要交換場地。第3局就每隔5分換場，咁做係為咗保持公平，因為戶外環境因素會對球員有所影響。喺沙排比賽，運動員可以用身體任何部位去捉球，包括頭、腳，只要唔係持球或者連擊，就唔當犯規。而每邊隊伍都只有2名球員參賽，如果其中1名受傷唔能夠作賽，就要終止比賽，而且判對方隊伍獲勝。而今集沙排球例講到呢度，下一次會教你哋基本打法，基本嘢你一定要識。